嗨，大家好，我是探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首先是碧桂园，今天碧桂园的消息很多，当然呢都是围绕着碧桂园的这个债务重组方案。12月4号晚间消息碧桂园规模约177亿元美元的境外债务重组方案已获香港高等法院正式批准。公司此前表示，将力争在年前达成各项境外重组生效先决条件后，正式完成重组。同时，12月3号，碧桂园境内债务重组也传来消息，最后一笔境内债券重组方案顺利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审议，这意味着碧桂园涉及9笔合计规模约137.7亿元人民币的境内债务重组方案已全部通过。至此，碧桂园境内外债务重组已基本落地。在境内外重组成功的合力作用下，碧桂园整体降债规模将超过900亿元人民币，预计5年内兑付压力将得到缓解。重组后新债务工具融资成本大部分大幅降至 1% 到 2.5%， 将为其节省巨额利息支出，有效缓解现金流压力。同时，重组完成后，预计确认超700亿元人民币重组收益，将增厚公司净资产。什么叫重组收益？我们说通俗一点，就是赖掉的账变成收益了，你不用还了吗？这个碧桂园的境内境外债务重组，也就是告一段落，就是获得成功，为碧桂园赢得了3到5年的一个时间，就这么简单。这3到5年内，这些债权人你不能再跟他要钱了，等着。问题是这3到5年，碧桂园得自己要活下去，这现有的债务暂时瓢摁下去了，会不会起来一个葫芦？这不好说。这个债券持有人你好谈，但是员工工资你要发，供应商的钱你要结，你不结人家告你，查封你资产，打官司。所以说对碧桂园来说，它跟融创是一样的，就是债务重组成功，为自己赢得了喘息的时间，但是不是说明他已经上岸了，风险真正的化解了没有，只是把这债权人给摁住了。你们先往后站一站，我先来保交楼。所以说万科恐怕也要走上碧桂园这条路，债务重组。他现在已经抛出个方案吗？12月15号到期的，推迟1年。但是这个终究不是这个解决办法，这个你看就是个拖延时间，最终还是要破产重整。我看网上有传言，这个传言也不知道真假，就是融创的老板孙宏斌卖了自己在北京西山的豪宅西山1号院499平米。如果传言属实，那说明孙老板跟那个王老板什么杨老板都一样，还在渡劫之中卖资产还债。万达的王老板，你看前2天是有一个新闻说，这个万达收回了烟台知府万达广场从保险公司成立的什么自管公司手上股权收回来。但是今天又有消息说，这个万达广场收回来2天之后又转让给一家保险这个自管机构。万达广场赎回1天又被转让，近期万达集团完成了其历史上首次核心资产的赎回操作，即回购了此前出售的烟台知府万达广场，而刚赎回1天，万达便将其转让神秘接盘方，成立不到4个月。说来说去，这个就是个烫手山芋。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近日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宿迁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 1.7 亿元，执行法院为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你看是不是万达的王老板，这诉讼一旦开了头，那就像雪片一样飞来今天网上流传一个广东的一个规模不小的建筑公司，它是盖着大红公章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广东是什么东西？叫公司结业通知。毕业了，公司所属各单位及全体同仁，大家好。他说，首先感谢大家多年来公司携手前行，共同见证了公司的发展历程，也和公司结下难舍难分的感情。受大环境经济下行及建筑业宏观形势影响，建筑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及挑战，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公司经营困境日益加剧，时至今日难以为继。经公司董事会慎重研议，决定2025年12月15日正式停业、停产结业，全部员工提前解散。
你看这个冬天多寒冷，这个裁员的消息是吧？一个接一个，这个是清场式裁员，这个整个的就是解散，不是说裁了10%、20%，直接就解散。在此提前通知全体员工，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与全体员工终止劳动合同，并根据国家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员工作出相应的补偿。我看了一下 N+1，最后非常感谢公司所属各单位及全体同仁多年来对公司的贡献，也希望大家以后的工作生活称心如意。你看看，又一家公司解散。现在这个工程公司、建筑公司仍然是最惨的。为什么？一个现在很多甲方是要求你带资进场，你自己垫钱盖到多少再给你结账，结多少30%、40%，要求这些建筑行业大量的垫资。你上面给暴雷方起应收账款还没收回来，这边还要垫资，垫完之后开发商的房子也卖不掉，又没法给你结账，又形成新的应收账款，也拖垮了。何况现在建筑行业不景气，房地产行业不景气，开工也少，所以说这个建筑行业关门好像也是情理之中。这不光是民营建筑行业，你就是央企，什么中建几局，你去看一看，都在欠薪，其实他们也一样，都是受害者，他们就欠下面分包的钱，一级欠一级。这些央企还能抵挡一阵子，你说这些民营的建筑公司那只能破产，他还不是破产，人家是解散了，那意味着他恐怕还不欠别人钱。实际上恒大爆雷以后是吧，南通的好多建筑公司就已经破产，合肥、城建好像也是破产，都是扛不下去。今天网上流传一个高盛关于杭州房地产的一个调研，流传着这么一个报告。他这个报告讲什么？讲这个高盛在11月25号，也就是10天前拜访了杭州的一家本地开发商，实际上就是滨江地产。因为滨江地产它在杭州的市占率还是比较高的，30%市场份额。这个高盛的团队还参观了滨江开发的一个高端住宅项目，高盛他就得出一个房地产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跟上海和深圳一样，也就是高盛在深圳他也走访了，这次跑到杭州去，那得出的结论就是房地产两极分化。大致的意思就是两极分化，而且还加剧，高端改善豪宅新房价格还在涨，但是普通的刚需价格在跌，而且这种分化还加剧了。大众市场跟高端市场之间表现分化的现象，在深圳和广州两个城市均有所表现，也就是杭州的情况和深圳和广州差不多。实际上上海那更是豪宅，那是日光，30万一平的房子，1.5亿的那都是日光，但是外环外的房子一样卖不动。不过在这个报告里面，高盛还说了，他说高盛注意到杭州本地的就业环境看似比较稳定，但收入水平跟收入前景依然低迷。我觉得他这个结论很符合那些在杭州找工作的这些人那种心情，也就是外界说的我们的主观印象中，那杭州找工作相对的，那年轻人都去杭州，杭州的机会多，但实际上你要去找工作，你发现你根本找不到。所以高盛他对杭州的就业环境也有评论，叫看似比较稳定，但收入水平跟收入前景依然低迷。高盛认为杭州的一手和二手房的市场均持续面临供应端的压力，也就是供大于求。杭州本地一手和二手房的供应量相对较大，二手房现在在房管局登记的有25万套，整个二手房的供应很大。而杭州的二手房按照25年的销售情况来看，它每个月去化在6000到1万，也就是说杭州的二手房每个月基本上是不超过1万的，那就意味着整个去化周期会非常长，因为你一共是25万套，一个月卖不到1万套，你去化周期都在30个月啊。所以房地产行业里面把这个去化周期在18个月，就1年半，认为是个相对健康的指标。那你这个明显的到30个月了。这是杭州的二手房，高端产品主要位于高科技以及工业园区周边项目，依然比较坚挺，所以这就是一个两极分化。高品质的高端产品，这种比较核心的地方，它的需求比较坚挺。高盛认为，从本轮下行周期来看，核心区域整个配套配置再升级过的项目，价格还没有彻底反弹，其他的价格还没有呈上升的一个趋势。而本地的二级市场，就是二手房，它的价格仍遥不可及。高盛认为，二手房的价格还要继续下探。
还没有到底部。尽管现在的二手房的价格比峰值期间已经下跌了30%，也是高盛认为还没到底。这个情况有点类似于上海，上海的情况其实差不多，上海整个的二手房价格也下跌了30%。当然了，这部分区域还不一样，有的区域二手房恐怕下跌50%，这个不能一概而论。这个具体到滨江地产，它现在已经开始收缩了。以前滨江地产在外地还拿地，跑到北京、上海是吧？还有其他城市。但现在滨江地产主要是深耕杭州，也就是避免到杭州以外的地方去投资开发，要着力发挥本地领导力、品牌，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和强大这个运营实力。我翻译一下，也就是滨江地产感觉到了含义了，不敢盲目扩张了。他把有限的精力和资源都放在杭州。杭州实际上有2家本地开发商很厉害，这个厉害反正也打个引号，一个就是绿城，一个就是滨江。你发现没有，他还没有爆雷，而且他还拿地。这是高盛说的二手房、一手房以及开发商的供应端什么情况。关于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环境，从滨江来看，滨江向高盛反映的就是说，银行在加速发放白名单项目，但是开发商并没有得到连续性的改善。什么意思？也就是这个银行给开发商这个项目白名单项目贷款也是一事一议，并不是说给你这开发商贷款一下给你多少授信，他是按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去看，列入白名单就给你点钱。所以说开发商的融资的连续性没有得到改善。我想从万科现在这个局面也能感受到，高盛认为杭州现在的供应是过剩的，而且这个过剩不仅在二手房，在一手房都是过剩。杭州的二手房在卖的，在房管局登记过的就有25万套，但是还有很多包括一手房，一手房里面拿了预售证的还有很多，而且目前还有拿了地没有开发的，正在的。你比如滨江拿了很多地，正准备要开发，那这未来有多少？所以高盛认为整个杭州一手和二手的可售房源是很高，库存很大。说来说去就是供应过剩。首先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第一个是基本面的收入增长。目前来说杭州这边疲软，什么意思？滨江的管理团队对高盛说他说目前杭州的就业环境看似比较稳定，但是收入增长是比较低迷。尽管杭州有6小龙，但是他们对这个住房的需求改善不大，也就是没有一个显著的一个提升。这不像以前阿里巴巴人家员工几十万，在杭州恐怕就得好几万，这好几万人要买房，这个概念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阿里巴巴搬到未来科技城，那未来科技城附近的房价就涨，因为它是批量造富，它量大，你这么多人都要买房租房，影响很大。但是6小龙才多少人？创业公司后劲还不知道。说到未来科技城最高的时候8万9万，现在说未来科技城的二手房大概在4万左右，也就是这基本上腰斩，也很厉害。说4万已经很好。第二个，关于二手房这一块，这个有很多人都了解，杭州炒房的风气非常这个盛行。我们不能否认，炒房第一城市深圳，那杭州接过了深圳的接力棒，因为杭州是倒挂，二手房比一手房贵，所以很多人就跑去打新，就买新房，到时候2年一过或者是1年一过，它就可以卖了，那立马就能赚个20%、30%，有的甚至翻倍。所以市场上就流行去打新，因为它套利有差价，那么就产生很多投机客，他们我没钱，但是我有购房资格，你们有钱，我们3个人合伙，你们俩出钱，我出资格，一买2年以后一卖，3个人分钱，很多这么干的。那现在这些房子都在市场上挂着要卖，因为这些房子肯定不是住的，3个人买的就是投资的，就是赚钱。那你想想这些投资客他现在不要出清吗？房价在往下走，3个人或者5个人，那意见很难统一。那有人说我现在就要卖，我要掏钱，现在卖损失小；有人说我要等它回本再卖，扛2年，对吧？有人说我要赚钱，现在卖早了。总之的，那最后恐怕得出结论就是赶紧卖。这个滨江团队总结说，主要有2个方面，第一方面是非核心区域的土地结构性供应过剩，也就是说郊区那房子肯定是卖不掉，降价。因为杭州的人口它的体量基数也就在1000万出头，其实这个杭州的购房需求就是自己用房实际居住远远没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么庞大，甚至都没有重庆。因为成都、重庆多少人？我说的是实际住房需求，那不排除杭州有很多房子是浙江省的，其他地方人跑去买一套投资的，恐怕也不住，
这个就是真实需求。第二方面就是房价的调控政策，因为购房者就是买房群体在二手房市场上面临能够享受到的折扣，也就是刚才说了很多投机客几个人合伙炒房的，人家现在要抛售，那么就有了这个溢价空间，房价就要跌。目前这个情况，炒房的人那就看谁跑得快，看谁降价果断，出手狠，他能卖得掉。现在是叫什么夺门而出，所以这些少量的刚需那他也是在那儿杀价，这样对新房来说又是一个打击。你新房卖的贵了，你也卖不掉。那高盛认为杭州跟上海、广州、深圳一样，也就是这种虽然现在住宅比较疲软，但是高端改善的还是有市场需求。所以高盛对过气网红城市杭州的房价这个结论还是比较客观的，也就是价格虚高，但是改善型的恐怕还能稳得住。新房还不是二手，改善型的，但是二手房的价格恐怕还在寻底过程中。我又想起了大概22年，我那个时候天天说过气网红城市杭州楼市价格虚高，要挤泡沫，很多在杭州炒房的人受刺激。现在你回头看看，30%跌掉了。至少说到上海的豪宅，我这儿也看了一个上海的 UP 主，大概好像也是一个房产中介，叫谢小总，大家看视频。我朋友今天跟我说，他想卖了青浦的房子，就上海外环的房子，想换到市区里来，原因是他觉得市区的房子更保值，更抗跌。我说赶紧打住，这个当我已经上过一次了，你还要再上一次？因为有点隐私嘛，就没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故事。去年也是个时候，我们抄底了一套豪宅啊，就是现在这套房子。当时我们这套房子的成交之简陋之便宜，就是惊动了上海的楼市。真的，就大 V 说我们这套房子是走出独立行情的城阳豪宅，当然是不好的行情。然后中介就是用我们这套房子当那个文案的，就你错过了多少多少万的云锦东方，就李佳琦那个小区，然后也错过了多少多少万的什么什么，就我们这套房子，你千万别错过下一套了，就拿过去当文案的。因为很简单，我们这套房子的前业主是一个搜得到的行业大咖公众人物啊，当时比较风声鹤唳，他急着要走，甚至希望买家能够用港币支付，急到不行，直降800万，只卖1天，给我们买到了。真的整整半年，我们全家就沉浸在那种捡了大便宜的那种狂喜当中。我们还觉得是我生的龙凤胎带来的这个福气，同事领导都表示祝贺啊，就不可思议，用这样的价格买到这个项目。去年我们折腾这一波房子的原因和我朋友现在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因为24年的时候我们浦东的房子已经跌掉了几百万，我们觉得这不行啊，我们要资产整合，要把差的资产整合成能穿越周期的抗跌的核心资产。什么是核心资产？就是上海市中心的大平层。而事实证明没有穿越周期的抗跌资产，只是还没有轮到你。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无论涨跌，房价一定会传导的，而且传导链路是固定的，从刚需盘到中产盘到大改善到豪宅，豪宅相对独立但也大差不差，因为房价和别的商品不一样，它的背后是社会资金如水一般传导的过程。你的房子的价格是由你的下家决定的，刚需盘跌了，中产盘是不可能不跌的，因为接你房子的人他自己的房子跌了，他本来能卖个500万，对吧？现在他只能卖400万了。他想买你的房子，但他没有额外的资金了。来一个这样的人，你可以说我不卖给你。那中介带来10个都这样呢？中介带来30个都这样呢？你松不松口？你还卖不卖了？那会儿你只想觉得降价，赶紧卖了得了。越来越多的房东松口，房价就会松动，跌势就会形成。而且越贵的房子对涨跌幅的反应越滞后，因为社会资金需要从头开始传导。刚需盘水浅呀，经济一有个动静，好的坏的就水花四溅。大改善和豪宅盘水深呐，你看起来如坐泰山，风平浪静，它只是慢，你知道吧？浪还在路上，浪不是不来，传过来要时间。所以说买房子最忌讳就是在浪大的时候你浪扑腾，你觉得那边风平浪静你就游过去，结果到那边浪刚好传过来，你就吃了2波，挨了2次打。对，买卖房子的本质就是一个预判时间差的游戏，你要学会持有资金和时间玩游戏。比如我去年卖了浦东房子，我等个1年，等浪传导到豪宅，把豪宅价格打下去，这时候再出手，少分了好几年。就在这个月，我们小区最新成交，单价跌过我们去年惊动上海楼市的成交价，再跌8000块单价，相当于我们等这1年可以省下200万。要知道我们这套房的前业主，在他直降800万的当天，被业主群是骂惨了的，骂得他气得直接退了群。到最近的这一套成交，大家已经麻了，大家站在水波中集体沉默，水波已至，凛冬已至，轮到我们了。所以我们看到上海的楼市都看到这表象，看到的都是豪宅日光，豪宅的价格在涨，改善的这个核心区位的这个房子在涨，30万一平。但是到二手它就不行了。你看这个 UP 主说的，他亲身经历，去年已经是捡大漏买的这个房子，捡了大漏，导致原来的房主都被踢出这个业主群了，绝交了都。
你买的太便宜了。他买的这个新的房主，这个女的捡了大漏，结果就这样1年以后，现在一看1平米又便宜了8000，你说说是不是说明这一年上海的二手豪宅是不是在加速？而前天介绍北京的西三旗、什么清河、海淀那边，那房价一年都是掉100万、200万，1000万买的房子，第2年1个月、2月就掉到800万。那你看这上海不是一个道理吗？还有一些报道可以佐证。你看，那据说王思聪那个别墅是吧，挂了1年多2年了，到现在还没成交。上海什么拍影视的一个100年老宅，现在第4拍都拍不掉，对吧？这个说明上海的豪宅二手房它不是不跌，跌起来更狠。房价一直涨，指的是上海的新房豪宅，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想，上海某些时候跟杭州也应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豪宅的二手房在跌，你那个豪宅新房涨，这个可能不会长久。有钱的韭菜那也是有限的，能都可以无穷无尽的割啊。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叫宏观新闻报道说，南昌多个楼盘迎来物业费降价潮。说近日南昌市多个楼盘相继发布物业费下调公告，涉及新力、万科、融创、铜锣湾等多个知名物业品牌及项目，降价幅度最高 1.1 元每平米每月，部分小区还同步下调车位管理费。这股突如其来的降费潮让不少业主切实感受到生活负担减轻，而与此同时，仍有部分小区物业费维持在3元每平米每月以上高位。业主正通过成立业委会、社区协调、官方投诉等方式积极维权，推动物业费与服务水平相匹配。这个咱们一直说，这含义要吹遍每个角落，物业这一块迟早也要被吹到。不光是南昌，我想全国各地的物业恐怕都要面临着降低物业费，大趋势已经形成了。你今年不降，那明年恐怕就要降了。因为比较简单，韭菜收入下降了嘛，业主对吧，都失业，找不到工作，收入下降，你不降物业费，那最后他只好拒交，那更惨，不如主动的提前降。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